廚房本來應該係充滿煙火氣同幸福感嘅地方，但對於好多朋友嚟講，嗰部油拖搓、黑拖搓嘅抽油煙機，簡直就係噩夢。唔理你平時幾愛乾淨，只要開爐煮飯，嗰啲細小嘅油煙微粒就會好似膠水咁，一層一層咁黐喺抽油煙機上邊。日子耐咗，厚厚嘅油垢又黑又坨，甚至去到煮飯嗰陣，啲油滴直接滴落隻鑊度嘅地步。唔單止睇見都眼冤，更加係一大衛生隱患。請專業師傅上門拆洗，閒閒地都200-300蚊，一年如果洗3次，成1000蚊就冇咗。呢啲生活成本真係肉痛。好多人想自己喐手，但睇見嗰啲複雜嘅構造，又驚拆咗裝唔返，或者拆到滿手油污，久到死都擦唔乾淨。其實清潔抽油煙機真係冇咁難。今日咧，我就要將呢套壓箱底嘅方法教俾你，唔使拆卸，唔使暴力狂刷，只要幾樣屋企都有嘅小法寶，就可以令你部抽油煙機煥然一新，慳翻嘅錢夠買好多斤排骨啦。睇完呢條片，記住快啲去廚房試下。喺動手之前，我哋需要準備一杯自製去油液。市面上賣嘅強力去油劑雖然有效，但往往陣味好陀鼻，含有大量化學成分，長期使用容易腐蝕機身塗層，對呼吸道都唔好。我哋要整嘅呢款自製液主打安全、平靚正、效力強。你需要準備好1羹洗潔精、1羹梳打粉、白醋、1杯滾水。洗潔精係最基礎嘅表面活性劑，負責初步乳化油滴，破壞油污嘅表面張力。梳打粉係弱鹼性物質，對於酸性嘅油脂有極強嘅中和分解能力，尤其對付嗰啲黐咗咗嘅陳年老油，效果超好。白醋同梳打粉會產生劇烈嘅化學反應，冒出大量二氧化碳氣泡，負責清理頑固嘅油垢。滾水係最重要嘅催化劑，可以迅速降低油脂嘅黏度，令上述成分嘅滲透速度提升幾倍。揾一個舊嘅大水杯或者細盤，按順序加入洗潔精、梳打粉，然後倒入白醋。呢個時候你會見到湧出好多泡沫，唔使驚，呢個淨係弱力發揮嘅表現。最後倒入啱啱煲滾嘅熱水，用筷子攪勻，咁樣一杯既可以除油又可以殺菌去味嘅萬能去油液就成功啦。為咗方便操作，我哋將溶液攤凍到唔辣手，倒入噴壺入邊，冚實個蓋，用力搖勻。搖出嚟嘅細膩泡沫可以增加溶液喺垂直表面嘅附着力，防止佢流到一地都係。清潔液準備好啦，下邊分享今次嘅核心黑科技熱能軟化法。點解要用風筒呢？油脂喺常溫下，尤其係冬天，會凝固成硬繃繃嘅油蠟。如果你直接用抹布抹，唔單止嘥力，仲容易將啲油污抹到周圍都係。風筒嘅熱風可以模擬抽油煙機運作嗰陣嘅受熱狀態，將結塊嘅油脂重新液化。油一旦變成液體，就好似水咁容易被帶走。將風筒調到最高檔嘅熱風模式，風筒口距離抽油煙機表面大約15至20厘米，唔好貼得太埋，以免塑膠組件過熱變形。重點對住隔油網、風輪罅隙、制位邊緣呢啲油垢最厚嘅地方嚟回吹。夏天環境溫度高，吹2至3分鐘就得。冬天就建議俾啲耐性吹5至8分鐘。當你發現原本黑儲存嘅油污開始變得令蛙，甚至開始有透明嘅油滴向下滲嗰陣，就說明油脂已經徹底軟化。呢個時候正係清潔嘅最佳時機。趁住機身仲有餘熱，將噴壺入邊嘅泡沫均勻咁噴喺加熱過嘅範圍。你會好驚喜咁發現，因為油脂已經液化，清潔液可以瞬間滲透入去，原本頑固嘅黑油開始順住啲粒慢慢向下滑落。噴好之後呢，一定要靜置5至10分鐘。好多朋友洗唔乾淨係因為太心急，
俾化學反應少少時間，佢會回報你一個驚喜。喺等緊嘅時候，我哋處理客抹嘢嘅工具，準備一塊普通嘅百潔布，用生果刀喺海綿嗰面橫直切幾刀，切成類似窩夫嘅格仔狀。咁樣處理過嘅百潔布會變得非常柔軟，而且好有彈性。嗰啲平時伸唔入手指嘅扎啦，格仔百潔布都可以輕鬆捐入去，將藏喺入邊嘅油垢一網打盡。抹嗰陣要記住，順住一個方向抹，唔好打圈，更加唔好來回反覆狂擦。用軟布或者百潔布點住剩低嘅溶液，輕輕一抹，你會發現嗰啲曾經令你崩潰嘅油垢，輕輕鬆鬆就被帶走咗。千祈唔好用鋼絲刷。鋼絲刷雖然去污快，但佢會破壞抽油煙機表面嘅防油漆面同防鏽塗層。一旦塗層被刮花，以後油煙會更容易滲入金屬孔隙，唔單止越嚟越難洗，機身仲容易生鏽腐爛。有啲朋友覺得，反正日日都要炒餸，污糟啲就污糟啲，只要仲抽到煙就得。呢種諗法咧，其實非常危險。油垢會增加風輪嘅重量，搞到摩打轉速變慢，吸力直線下降。本來應該排出去嘅油煙滯留喺廚房，損害你嘅身體健康。而且油垢係極易燃嘅物質，如果爐火太大，焫着咗隔油網上面嘅積油，火勢會順住咽喉迅速蔓延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一旦凝固嘅陳年老油受熱滴入隻鑊度，入邊藏住嘅細菌同氧化產物，對屋企人嘅腸胃都係非常唔好嘅。所以學識呢個風筒清潔法，就算一個月花15分鐘做一次簡單嘅表面保養，都可以延長抽油煙機嘅壽命，守護全家健康。既然抽油煙機洗乾淨啦，隔籬個煤氣爐如果唔順手清理下，實在係唔完美。煤氣爐上面嘅油垢通常伴隨住高溫烘烤產生嘅焦積，硬度更高，一般嘅抹色好難見效。呢度我哋用另一套方法，準備好幼鹽啊、梳打粉啊、白醋啊、廚房紙。幼鹽起到天然研磨劑嘅作用，增加摩擦力。梳打粉同白醋咧就繼續發揮強力去油作用。廚房紙用嚟鎖住水分同化學成分。喺爐頭滿布污垢嘅地方，均勻咁撒上一層幼鹽，再鋪上一層梳打粉，攞幾張普通嘅廚房紙平整咁冚喺上邊，將白醋均勻咁噴喺廚房紙上面，等啲廚房紙完全濕透。呢個時候廚房紙會緊緊貼住個爐頭，白醋同梳打粉喺廚房紙下面瘋狂反應，產生嘅細氣泡就好似無數個微型清潔工，幫你起出啲污垢。做完呢啲步驟，靜置15分鐘。15分鐘過後，揭開張廚房紙，呢個時候你會發現廚房紙已經變黑變黃，佢帶走咗大部分嘅浮油。最後用百潔布配合剩低嘅殘餘物，輕輕打磨，爐頭瞬間就可以恢復好似鏡面咁平滑。學識呢啲妙招，我哋唔單止慳翻請人洗嘅錢，更加掌握咗高效生活嘅密碼。其實廚房清潔最緊要係順手2個字。每次炒完餸，趁住爐頭同抽油煙機仲有餘熱，用微濕嘅抹布順手抹下，30秒就可以解決當日嘅油煙，避免佢哋堆積成陳年老油。喺抽油煙機嘅集油杯入邊先倒少少洗潔精同少量清水，或者墊上一層保鮮紙。咁樣下次清理嗰陣，只要將塊保鮮紙一掉，或者將啲水一倒，油杯依然乾乾淨淨，完全唔使擦。生活唔需要昂貴嘅代價，只需要少少智慧同執行力。今日分享嘅風筒去油法同白醋清潔液，都係經過無數家庭主婦驗證過嘅真理。佢哋環保、安全，幾乎零成本，但可以帶俾你極大嘅成就感。睇住原本油提提嘅廚房喺自己雙手之下變得光提提，嗰種心情嘅愉悅係無法言喻嘅。
如果你覺得呢啲方法有用，唔好忘記分享俾身邊嘅親朋戚友，等我哋一齊告別油膩生活，擁抱清爽廚房。